咱搁倒转来看即个拄则迄影片啦，吼，搁点看一摆，吼。那如果头起先即个人咧宣讲，啊，即个阿嬷吼，即个阿姊啊，吼，伊从来要抢麦克。我说，如果您对伊真积极咧要抢麦克，无爱互伊讲啦，所以基本上伊即个行为就是无合法，吼，无理性嘛，无合法，伊就是要甲你创就对。啊，真正要甲告嘛是会使，吼啊，这当然有相关的法律去处理啦。嘿，啊，毋过咱看后续遐的所谓的见义勇为的支持者，伊敢真正是真正是要互要安怎讲要支持即个罢免团体，我感觉嘛无一定。吼，迄行为看起来，互即个现场愈冲突愈严重安尼。如果您对我们有意见的话，那如果您对我们有意见的话，罢团拔萝卜在捷运站出口时，好，这是头一个吼，阿嬷去抢麦克，啊，迄个人甲伊扭开，吼，咱刷落来搁看，甲扭开了后。好，当然就是讲，即个人伊会当解说讲，伊就热心啦，吼，就热心。啊，毋过就是伊的行为，事实上就是吼，即个冲突是愈严重。啊，一个是讲咱要阻挡即种较无理性的行为。啊，毋过咱若是对象是少年人，吼，你就是迄个啥，拢歹试安尼，要较袂着就要相拍。当然，这有无共的反应方式。啊，毋过对我来讲，我会看讲，就是即两个是年岁较大的，吼。当然，伊嘛是真积极要甲你抢，无爱互你讲。啊，毋过咱敢需要到甲讲做甲安尼？嘿，啊，我的想法就是我会想甲较阴谋啦。啊，毋过这大家参考就好啦，吼。啊，我另外搁找一个。咱先拄则讲，吼，看因这个声明啦，就讲，搁看一摆啦。就讲吼，这个姊啊，伊要主动因宣讲，啊，过来就讲这个少年人吼，伊抢麦克的姊啊，扭去身躯边啊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这个这个阿伯吼都。为后壁甲因拍，吼啊，甚至用拳头要用拳头要甲拍啦，吼啊，过来就是讲这个见义勇为白衣男子基于自我防卫，吼将从后甲这个阿伯杀个开，吼，事实上伊是杀互跋倒啦，而且是伊跋倒进前先讲伊的头，啊，搁用。即种应该是了啊有战斗的基本的训练过啊啦，吼，就是扭伊的牌啊，直接摸伊的胸坎，啊，扭互伊跋倒，吼，啊，因遮敢若安尼简单写一句，我感觉安尼其实是无公平啦，系啊，伊有要超过伊要闪即个见义勇为白衣男子做一寡较危险的动作，吼，啊，我感觉安尼无好啦。安尼真正无好，吼！这个分配去发表即种声明，其实有要闪即个物件，嘿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好，当然因的团体有一直讲莫动手，袂使阁动手，这无问题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好后壁即个阿伯甲即个
即阿姊吼，继续因讲继续伫遐发休啦。啊，毋过事实上就是你头前即个少年人遐尼凶狂，吼安尼甲因对待，啊，准是我嘛会足袂爽啊，准是我嘛是足袂爽啊，对无？啊，而且迄个人佫一直呛声，迄个少年人嘛一直甲呛声，所以你袂使干那讲，就是干那即阿伯甲即个姊啊，因咧呛声尔，就是大家迄落拢足生气的时阵，吼，其实你袂使安尼干那讲因尔。即个少年人伊本身的态度嘛是足歹的，吼，所以这我感觉就是讲，你实际上拄着即种状况的时阵，爱足细腻，吼，你看咱伊后壁的六个声明，然后哦，因是合法的，所以因是合理的，啊，所以是即个字也毋对，伊头起啥安尼毋对 ，OK， 到遮拢无问题，啊，即个抢麦克的。哦，姊啊，甲即个阿伯，哦，因条故意要安尼拍，安尼甲人攻击，这种真清楚。吼、所以伊即点是咧讲，就是责任是伫因遐，所以即个甲人拍的少年人是为着保护家己，吼、而且讲啥物伊个阿伯跋倒了后，就无搁叮当啊，吼、毋过事实上毋是安尼嘛，即点就毋是完全的事实嘛，吼、讲即个穿白衫的少年人高度警戒与自治，哦，事实不容扭曲，我感觉这嘛是安尼写嘛，无100%正确啊，吼、伊嘛是闪一寡迄个少年人在甲因呛声，吼，甲因。一直用迄种真歹的态度去对因安尼吓，其实嘛毋是完全因写的安尼嘛，吼、伊嘛有伊讲已经有告即个阿伯甲即个姊啊，吼，讲因违法，吼，过来就讲即个新闻甲因抹黑啥有诶无诶，搁。讲啊一大堆啦，吼，就是后壁就是要解说讲因安尼做是合理的，因甚至是挺即个穿白衫的少年人，就是伊安尼做是无毋对的，吼。毋过对我来讲，我会感觉讲，咱若是迄影片安尼看落来，吼，当然后壁迄个阿伯甲迄个姊啊，若像是有摕迄个食的啦，点心就是若像破屎安尼。对因的志刚安尼弹，吼，凊彩等分数，就是表达因的无爽快安尼啦。当然迄是另外一层，迄较无遐尼要紧。毋过就是当然因安尼做是有违法，吼，有就是讲因本身的，你看起来就是讲因无咧差不多讲啥物言论自由啦啥，因无即种概念，伊就是感觉讲。你母这无路用啦，是讲因是看到迄种亲中的新闻媒体，吼就感觉讲恁遮的母爸爸拢咧学爸母啊，就是咧武乱社会啊，咧制造冲突啥货，因看起来都是接受即种观点的人，吼所以伊的行为就较无理性。毋过咱要母爸爸，咱毋是拢主张讲咱是足理性的，吼，咱是有道理的，咱的。目标是爱互即个社会，即个国会较正常咧，所以咱要甲人讲道理。毋过就是你即个讲道理，就是对你较有利益的安尼讲尔嘛。事实上，迄个少年家穿白衫迄个人，伊的行为有一寡所在是无合理啊，确实是安尼嘛。嘿啊，我毋是要支持啥物。亲中的媒体讲因迄种讲法就是迄有影是较含啦。毋过就是我感觉讲，我家己去找影片来看，我感觉讲，其实你即个动手的即个穿白衫的少年人嘛是怪怪的，吼。像种我感觉怪怪，就是来我搁找一个影片互大家看。
真正这要讲互清楚吼，爱真开时间啦。哦，进前迄个反送中的时阵吼，有一天的暗时，吼，靠腰中本煞无啥会晓拍，好，吼，咱迄当阵有一摆伫香港的迄落捷运，吼，雄就是因遐的支持反送中的少年家，起来反抗的少年家，因要暗时就是较晚，啊，因要去坐车，吼，啊，到雄有一阵，吼，规大阵的迄落路麻啦，迄应该是，迄看起来应该就是路麻，啊，雄都毋知为倒位撞出来，就是走去捷运站遐，就是对所有的伫内底人都开始拍。哦，迄足恐怖的，哪像是迄个活死人电影内底迄种哇，规阵的活死人拢走出来要甲你食掉，迄款的足恐怖。咱先看影片啦。咩話打？打人！我瞓低我都係會感覺到痛咯。就是即遮的人，你看。元朗西鐵站喺7月21號晚，有白衣人持武器，無差別咁襲擊市民。警察都有個 commitment 係要15分鐘到達現場。咁我補第3次警，因為覺得當時就完全未有警察嚟嘅。係鳳攸北街喺傍晚時分，已有過百名白衣人聚集，但警方視若無睹。網民拍到呢2名配槍嘅軍裝警員喺白衣人施襲前離開西鐵站，好多市民都質疑應該保護市民嘅警察究竟去咗邊？不過警方行動中冇拘捕任何人。刑事嘅同事落到嚟係唔見有任何人揸攻擊性武器嘅。警方被質疑同黑社會合謀。勝利者而家不停。好，就是我想較較陰謀啦，就是講，即個人，吼，即個穿白衫的少年人，吼，後壁即個新聞後壁有啦，吼，就是穿白衫的人，吼，就是互我有即種感覺啦，就是講，伊講伊是支持者。就是講，伊是要保護即個罷免的團體、罷免的宣講，啊，毋過事實上，伊佇現場做的代志是衝突發生了後，顛倒是互即個衝突愈來愈嚴重嘛，就是有即個效果嘛。伊毋是真正要我甲你阻擋落，你袂使安尼，你袂使安尼，伊毋是甲迄個姊啊，甲迄個阿伯，就是要甲伊隔開。毋是一直甲伊做攏，你袂使安尼哦，你袂使安尼哦，你袂使安尼，就是一般正常来讲，你若有参与过社会运动，就是若是几个人尔，就是发生即种冲突的时阵，你应该是紧甲伊隔开嘛，甲伊隔开了，就是隔愈远愈好嘛，因为伊若愈近，伊就愈会冲突，紧甲隔开了。一直甲阻挡讲，你袂使安尼，你袂使安尼，你袂使安尼，对无？嘿，啊边仔的人摄影，吼用手机啊，用迄个摄影机拢会使，就是录影记录。吼啊，你要去阻挡的人，阻挡因就是卖互因继续乱的人，你应该是尽量甲伊隔开。啊，毋过即个人伊去到现场，伊参与入去了，颠倒是一直制造冲突。啊，电脑是迄个因的团队本身咧宣讲的人，一直讲你袂使安尼，袂使莫搁动手，莫搁动手。其實伊的行為，互我感覺足奇怪。就是我會去安尼想啦，我會感覺講，就是伊的行為哪像是來亂的。我會有產生即種懷疑啊。所以我的意思，我要講的就是講，咱若接續落來第3階段要宣傳罷免投票的時陣。拄着即種狀況啊，咱無得確講
要来支持的支持者，就真正是要来支持的。咱嘛爱就细腻，就是毋知，咱其实是毋知影讲啥物人会参与，啥物人会来支持，啊，啥物人是反对的。看起来是反对的人，有可能伊是互所有的群众媒体煽动的。啊，支持的人来支持的人来参与的人，嘛无的确有可能是来趁机会来要来乱的。所以咱爱就细腻，吼，因为真正你敢讲会出到底偌济中国人，还是有带任务的人，已经来到台湾社会内底，创伫咱身躯边，真正是毋知影。